我母亲化验出来的结果是恶性程度非常强的浸润性腺癌。那段时期真的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整个冬天我们都是凌晨5、6点，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出门了，而且去到医院每一个环节都要排队等待1个星期以上。这一路走来真的是欲哭无泪。手术之后很快就出院了，很不幸的，过了半年，我母亲的左右肺又长出了2个结节。当时那个教授说，左边的这个结节呢，很像是恶性肿瘤。我当时就很纳闷，我就问教授有什么解决办法吗？那个教授说没有药吃的，只能等时间长了，肿瘤长大了再做手术切除。我当时整个人就懵了，我心想，难道人类医学对肿瘤就真的是束手无策了吗？难道就只能等死吗？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带我母亲四处看病的故事。我母亲今年66岁，2年前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发现她的右下肺有一个2厘米大小的结节。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路。这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坎坷。我们总共跑了广州的4间医院，都是西医，其中3间大型的综合医院，1间是有名的肿瘤专科医院，做了数不清的检查，前后让5个教授看过。从最开始的怀疑是肺结核，到最后做了一个右下肺的切除大手术，总共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化验出来的结果是恶性程度非常强的浸润性腺癌，但万幸的是属于早期，没有扩散。那段时期真的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每次看病或者检查都要来回开车2个多小时，而且为了避开上班的高峰期，整个冬天我们都是凌晨5、6点，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出门了。加上我妈又是晕车的，她一上车就吐，而且去到医院每一个环节都要排队等待1个星期以上，安排床位来住院更是要等上至少1个月。所以这一路走来真的是欲哭无泪。相信很多病友都有类似的经历。这段恐怖的经历有2个令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场景。第一个是当医生宣布是恶性肿瘤的时候，需要做手术。我记得那一刻我和我母亲都靠在墙上，我们无助地看着对方。我母亲好像是被判了死刑的罪犯，我永远都忘不了她那双绝望的眼神。第二个场景是开车搭她回家的路上，她坐在后排，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那一刻我很想变成她的母亲，让她依靠，让她从母爱当中得到一点点的安慰。手术之后很快就出院了，因为是肺癌早期，在西医的治疗体系里面呢，是不用后续再治疗和吃药的，只是要求我们半年复查1次。很不幸的，过了半年，我母亲的左右肺又长出了2个结节，都是6毫米大小。当时那个教授说，左边的这个结节呢，很像是恶性肿瘤，他叫我们过半年后再去复查。我当时就很纳闷，我就问教授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有药吃的吗？那个教授说没有药吃的，而且我母亲刚刚做完大手术，不适合在短期内再做手术了，只能等时间长了，肿瘤长大了再做手术切除。我当时整个人就懵了。首先是难以接受母亲以后还要再开一次胸的那个现实，其次是对我们医学的失望。我心想，难道人类医学对肿瘤就真的是束手无策了吗？难道就只能等死吗？但是当时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只能听天由命。接下来这半年是我担惊受怕的半年，我真的是一天都睡不好觉。我没有把这个事情跟我母亲讲，因为我怕她接受不了，所以我把所有的痛苦都埋藏在自己的心里，自己承受了。平时不想起来就没事，但是一想起我妈，这个心头就好像有一根针在那里扎了一下。她肺里的那个肿瘤就像一个定时炸弹，真的不知道哪一天会爆炸。那时候我不敢面对我的母亲，我经常有意的在躲避她的眼神，我不敢直视她，我觉得我愧对她，因为我什么都做不了。一转眼半年就过去了，复查的时候一拍片，2个结节还在，没变小也没变大。这时候我真的坐不住了，我开始寻找其他的治疗方法。我带我妈到本地的中医院去，想调理一下体质，希望能够把肿瘤给控制住。但是中医院的医生，他的看病方法我觉得和西医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有把脉，也没有问症状，也没有看舌头。最后这个医生说，肿瘤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只能够开一些清肺降火的中药给你，而且作用也不是很大。于是我们药也没开，我就走了。经过这次，我对体制内的中医院更加是没什么信心。我感觉很多都是中西结合，不够纯粹，不够传统，没能够发挥出咱们传统中医最强大的作用。于是我又开始寻找民间的中医。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自学了30多年中医的老前辈向我推荐了问子中医。他说这是国内少有的真正用传统中医思维治病的机构。于是我就上了问子中医的公众号了解了一下，看到了很多癌重症患者通过问子中医的治疗，癌症得到缓解甚至治愈的案例。从此我便开始带我母亲在问子看病。在问子看病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微信上看病，直接跟医生视频聊天，不必非得跋山涉水去看医生，就免去了很多舟车劳顿。特别是对我母亲这种晕车的人来说，真的是少受了很多苦。很多人一提到网上看病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像不是很靠谱。事实上，在问子看病，你只要把症状描述给医生，把舌头和身体相应部位的相片拍给医生看，医生再针对性的问你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确定你是五脏六腑哪里出了问题。当然，能够面诊是最好的。很多人因为疫情和路途的原因，根本无法实现面诊，所以网诊也是一种很好的替代方法，而且事实证明效果也是很好的。接下来再谈谈在问子看病的过程。首先要说明一下我母亲喝中药前的身体状况。第一个就是痰很多，口干口臭，有时候半夜会因为嘴太干了而醒过来。口臭也是很多年的毛病，而且还长期便秘，胸口闷，而且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她的手指指关节都很粗大，这个在中医里叫做杵状指，是肺癌病人特有的一种症状。最重要的是手术后1年，她的身体还是非常的虚弱，稍稍走2步就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的。可见做手术真的是对人体的元气的损伤是非常的大。我记得在问子的第1诊就喝了1个星期的中药之后，她的那个便秘就基本解决了，而且痰也少了，持续了好几年的口干也好了，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和体力都在逐渐的恢复，到现在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手术前的状态。每天晚上她吃完饭还经常跟我爸出去散步，一散步就是几公里，都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是身体的各项体征都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最重要的就是服药4个月之后，我妈再去复查，发现原来那2个6毫米的结节，一个不见了，另外一个左边那个被西医判断是恶性肿瘤的那个结节也缩小了，从6毫米变成了4毫米。所以说中药真的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长了1年的结节，喝了4个月的中药，竟然慢慢的消退下去了。这个结果我非常的开心，我压抑了2年的心情也得到释放。我第一时间将结果告诉了我妈的主治医生，我也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跟我妈讲了，目的是鼓励她要继续在问子治疗。她也很开心，她问我是不是我已经度过这个劫难了。我回答是的，虽然治疗还没有结束，但是我充满了信心。因为在问子治疗的这半年里，我真正见识到了问子人对中医事业那种认真的态度和专业的精神。问子虽然是私人机构，但是给人的感觉不全是为了盈利，更多的是在研究中医、弘扬中医、振兴中医，用中医造福中华儿女乃至全人类。问子中医给我的惊喜不只是挽救了我的母亲，还令我本人也重获了新生。我虽然正值壮年，但是身体也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状态。首先是容易疲乏、疲劳，假如中午没有睡好，下午到晚上都是无精打采，还有口干口渴，喝水也不能够解渴，眼睛看手机几分钟我就酸胀，必须随身带着一副蓝光眼镜。这些症状已经伴随我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不太重视。我妈的事件呢，就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不想重蹈她的覆辙，所以我也在问子中医调理身体。经过几个月的调理，我的口干口渴完全好了，眼睛也完全恢复了正常，连续看手机看几个小时都没问题，中午也不觉得困，整个人都精力充沛。假如这些不是我的亲身经历，而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我可能会认为你是骗人的，这是虚假宣传。但事实胜于雄辩，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经过这大半年和问子中医的结缘，直接改变了我的三观，我变得注重养生了。我还申请加入了问子集团旗下的精医书院，免费学习中医，目的呢是学会基本的中医知识，树立正确的养生观念，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你永远不知道疾病哪天会降临到你的身边，就像疾病降临到我母亲的身上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自己的身体，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好的身体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力壮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霍自己的身体，年轻时就要好好的保养身体，否则你老后你将会为你年轻时喝的每一瓶冷饮
付出痛苦的代价。最后，我想对正在接受中医治疗的病友们说，除了中药的效果，你们和家人的配合也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经听主治医生感慨过，他说，做中医师最难的不是帮病人看病，最难的是扭转病人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做的不做，只有做到了谨遵医嘱，中医才能发挥最大限度的疗效。我还想对还在中医门外徘徊的病友们说，如果你在西医那里走投无路了，不妨给中医开一扇小窗，给中医一次机会，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试试看中医能否给你带来惊喜，就像问子中医带给我的惊喜一样。